係咪好掛住圖書館呢？我哋依家有啲新書上架，不如俾我哋介紹一下啦。先睇睇中文書，我哋新翻咗一啲數學書，哆啦 A 夢嘅科學知識系列，一啲關於運動、藝術同埋音樂嘅書。哇，仲有屁屁偵探，如果歷史是一群貓鬥咗一班植物大戰僵屍，同埋大偵探福爾摩斯添喎。鍾意睇英文書嘅同學放心，我哋都買咗唔同類別嘅英文圖書俾你哋睇。哇，好期待啊！咁約定你9月29號圖書館見啦。同學仔，今年嘅日本措施基本上同舊年大同小異。我哋朝早係閉館嘅，星期2、4嘅晨讀課同埋午間嘅閱讀時光就歡迎同學自攜圖書。如果真係冇帶，就可以睇寶貴嘅課室圖書。小息呢，我哋星期1至4都開放嘅。第一個小息係俾1至3年級入嚟，第二個小息就係俾4至6年級嘅同學仔入嚟。星期5嘅小息係唔開放㗎，因為要訓練服務生同埋追還書。至於午息呢，頭段1點05分至到1點30分，我哋歡迎高年級嘅同學；尾段1點30分至到1點55分，就係低年級嘅時間。今年仲會有一啲鼓勵日本同埋借書嘅措施，等勵進計劃實行之後再同你哋講啦。